全世界各地的莲友们，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很高兴师父帮各位简单介绍这一章师父自己写的我的感触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这一首句子呢，就是这么内容：思想观念悉转变，外在虚幻莫贪念，一切如露亦如电，欲断生死佛多念。很简单，很通俗，但是我也就比较粗浅的解释比较粗浅。我们思想观念一定要转变了，对，一定要转变。有时候碰到瓶颈的时候，碰到烦恼的时候，那你被它捆绑住了嘛？捆住了，绑住了，当然很痛苦啊，路走不通嘛。对我们来讲会觉得很苦恼。所以这个时候碰到这种问题，你要赶紧要转个念嘛，需要转变，观念一定要转变。所以过去经常提到一句话：观念转个弯嘛，生命无限宽。碰到瓶颈，你要转个弯那这样，那生命就无限宽敞了无限的宽敞，我们自然就迎刃而解，心里面没有负担，没有障碍。所以各位思想随时都应该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你要转变，千万不要倔强，千万不要固执，要转变。怎么转变呢？外在虚幻莫贪念。了解到外在都是假的嘛，它虚就是不实的，幻就是有变化多端的今天这样，明天不一样，它会变化诡谲多变。所以我们的了解，外在是虚幻莫贪念，你贪念它又不是你的，因为你带不走嘛，到最后终归它一定会消失我们也没有办法随身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所追求这些东西都是虚幻，一切如露亦如电。你看我们一切外在这种形形色色，眼睛看到的这些东西如露嘛，像露水一样，早上的露水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就知道说它非常短暂，一如电，像电，你看唰一下子不见了，我们就了解到说外在一切都是非常无常它不可能固定永久的存在。你想要去拥有它，希望能够让你终身去使用，很难，很困难，这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一切如露亦如电，欲断生死佛多念。因为既然都是无常嘛，无常会变化多端。今天你健康，可能明天会生病，你可能某些时段你很富有，可能一下子失败了，你就很贫穷。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是无常，一直不断的在迅速转变。所以我们想要说永远不老，永远不死，永远健康，永远富有，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很无常。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不是久留之地，世间都是黑暗，都是痛苦的。所以我们要了断生死，不要再生，不要再死，受生受死，这样不断的在轮转轮回。我们不愿意，太苦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斩断呢？把这个生，如果没有生，它就没有死。我怎么样斩断生死？佛要多念，因为只有阿弥陀佛发了大愿，要救度我们苦海众生。只要你念佛，我救度你，这是我们唯一能依靠的，也就是我们唯一能做得到的，唯一的我们有把握的，我只有念佛。他不要求我其他附带的条件，只要我肯念佛，愿意念佛，相信念佛，那佛就救度你。那这个我们能做得到，凡夫众生个个都能够做得到，都能达成。那这样就是我们的希望了。我们就把生死，只要我们念佛，发愿往生西方，生死就了断。所以要斩断生死吗？你要佛要多念。这以上这简单的几句话送给各位大家结个法缘，谢谢大家，阿弥陀佛。